我個好王妹啊！拜見皇兄，神妹今次出兵討伐塞北，可保我大梁10年無憂。今日就嚟個御魔殺，料盡功曹，呢個太上都係時候壽終就寢。我俾佢上身。雕蟲小技，居然喺本宮面前班門弄斧！出動3條友都搞唔掂一個女人。豈有此理！梁老師講嘅嘢係咪聽唔到啊？即刻同我翻去開上堂。哇！居然有呢個識打功夫嘅老師啊！